細數香港電影中嘅英雄角色，未見其影，只聽其 BGM， 相信觀眾已經估到係邊個。Technical problem， 呢個先係真。馬哥！憑藉一把老傘，一把4次元發布袋掹出嚟嘅衝鋒槍，喺槍林彈雨嘅戰場來去如風，嗰種英姿真係令人畢生難忘。而現今網絡世代，機關槍再強都敵唔過機械鍵盤。鍵盤戰士嘅一語道破，輕則令人抑鬱跳樓，重則令人笑到作嘔。香港網絡上就有一位傳奇嘅男人 Matt 梁，佢每句嘴炮不帶走一片雲彩，只留低一片笑聲。佢嘅成名戰係喺一個親建制嘅 Facebook 群組 Safe Hong Kong 入面打響，用一句 RAP 悼念疫情遇難者，點知錯字一出，瞬間喺網絡爆紅。從此麥哥以錯字、反串、抽水成為香港網絡文化嘅一哥，甚至成為外交官衝出國際，連台灣網民都要拜服喺佢玩交嘅淫威底下。喺 Matt 哥揚威海外之前，佢早已植根香港，默默喺 Facebook 上幫港出聲，廣交藍絲朋友，化為沉默嘅大多數，以鍵盤默默救港。佢身體力行，成為模範男友。佢心繫祖國，腳踏日本鬼子嘅車，邊個夠膽揩花佢嘅外居？佢未必會用鉛筆殺你全家，但係連騙徒都要俾佢問候阿媽。佢仿效藍絲 KOL， 單手撕爛 BNO。印度版，佢愛人如己。何議員一出事，佢隨即發起網上集氣，只求最緊要人有事。有伙計受傷，佢敢言公開黑記都唔敢報道嘅真相。佢為人君子，面對危險，佢轉身即閃。佢公私分明，眼見自己人知法犯法，佢絕不容忍。所謂忍一時激親自己，退一步益埋人哋。佢親手處決手足，殺雞儆猴。講到呢度，相信冇人會質疑 Matt 哥係一個偽男人，佢絕對稱得上為香港首席護旗手。正事要緊 ，Matt 哥更關心人事。疫情襲港期間，有藍絲朋友喺 Safe Hong Kong 群組入面發布一篇悼念 post， 紀念谷友染疫身亡。佢留言一句 RAP， 表達 Rest in Peace。點知一個字冇出錯，變成好似講嘅嘻哈音樂咁樣。睇嚟 Matt 哥去到最後都想二哥會友，大搞陰間遊嘻哈，以 rap 超度網友。唔理祖師爺歡唔歡喜，只係知道一眾網民笑到飛起。未因染疫而死，已經俾佢一句笑死。呢個錯字唔單止被網民 cap 圖瘋傳，仲瞬間成為網絡潮語。懷念爺爺終於都有對手啦，成為專門嚟諷刺一啲唔恰當嘅悼念行為。Matt 哥一夜成名，網民開始喺各大嘅討論區討論呢位玩交之王，驚動到英國皇室堡成員都要出面解釋 RAP 係指 Rest at Party， 可見 Matt 哥外語出眾。咩話？講洋文？有人懷疑佢係收鬼佬錢嚟香港搞事，錢佢係有收，頂盡500，係就係有小黃人想出錢拉攏佢。但係 Matt 哥係啲見利忘義嘅人咩？佢理手撕爛封利是，然後將錢完好無缺咁樣放入銀包，數還數，撈還撈，連著名藍絲都冇面俾。李思嫣打算以死走數 ，Matt 哥誓要佢10倍奉還，找埋數先好落地獄。佢絕對有潛力取代思嫣，成為新世代藍絲嘅精神領袖。希望佢來生再做中國人。Matt 哥更化為關愛隊，展示出香港人鄰里住得好近，但漠不關心嘅態度。小朋友需要口罩，冇問題，叫佢大個先嚟拎咯。有大人真係要口罩，佢亦樂善好施，一到長洲71門口交收，點知仲要俾人放飛機。好人難做，一罩難求。有人話死曱甴，我冇咩？有料，畫到個唔關事嘅小朋友咁可愛，真係好缺德。但係呢個係關事嘅，請自便吧。當然要口罩都可以去馬蹄佬屋企拎，但係就唔使預 Matt 哥了。眼見香港喺水深火熱之際，佢更加成為首個吹哨者，要求國家馬上派出檢疫團隊嚟港，為實踐中港互聯互通。佢亦要求香港3萬精英回報祖國，精進報國。當然佢都好擔心阿蛇安危，費事又要俾多2蚊搭車落紅磡啊嘛。除咗關注公共衛生 ，Matt 哥亦係一個環保人士，力推循環再用，出售95% 使用到嘅家傳鍵盤，網友價只售個半，平住旋轉拍賣。佢連心愛嘅第一把交椅都拎出嚟益網友，獲網友大讚佢環保。環保政策要成功，必先上行下效。就算熱到要出街瞓 ，Matt 哥依然密切監察官員，格外關心前天文台台長林超英嘅使用冷氣實況。身為香港罕見言行一致嘅官員，超哥唔開冷氣嘅行為始終如一，唔開唔使特別講察存在感嘅。Matt 哥想知自然會問噶啦。Matt 哥嘅抽水功力唔單止涵蓋香港，仲衝出國際。2023年7月，台灣我愛黑協會成員藝人大牙爆料，遭黑人陳建州性騷擾，事件喺兩地網絡熱爆。其後有傳黑人揾水軍攻擊大牙嘅社交平台，大牙嘅 Facebook 被大量網軍洗版，不要污蔑我黑哥，請拿出實證來。Matt 哥亦喺相關嘅 post 下面留言，假裝網軍話：煙污，請統一法以下這句，不要污蔑我黑哥，請拿出實證來。跟住補翻句：哎呀，忘了山上面那句，
如何剷除？網民隨即笑到碌地。有網民建議，不如試下用漂白水睇下使唔使到 post。要知道台灣媒體比香港更加是是旦旦，有台灣媒體唔知真假，如獲至寶，竟然報道話 Matt 哥係低配網軍，仲話佢嘅操作劣質。估唔到繼馬英九看手錶後，仲可以見到台灣媒體真心交嘅文化。結果 Matt 哥一夜紅遍台灣，成為兩地笑料。佢亦澄清話自己嘅賬號係遭人入侵，仲揚言要喺晉陽村嘅兒童遊樂場對開空地開記者會，連張開西望都會到場。後來更指話，本人已經委託晉稅發出晉稅信，要求有關人士立即停止誹謗及公開道歉。呢件事可以見到 Matt 哥嘅外交能力十足，外交部應該考慮將 Matt 哥收歸國有，屆時不費一兵一卒，即可以舞弄台灣。Matt 哥雖遠必誅，時任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無視中國警告，執意前往台灣。Matt 哥跟上國家步調，集結晉陽村一眾外國群眾，發表聯合聲明，堅決反對佩洛西嘅鼠輩行為，並對其實施3大制裁：一、保留禁止佩洛西及其家屬加入本谷嘅購物之權利；二、終身剝奪佩洛西及其家屬享有購買螺螄粉嘅優惠及群組購物嘅早鳥折扣；三、對佩洛西及其家屬嘅免運費金額由200蚊提升至3000蚊。聯署人包括包點先生收銀員、紅姐、雲、點初士、津湖26座軍歌等 supermarket 成員。美國佬見到仲唔嚇到屁滾尿流，係時候等佢哋感受下社會主義嘅鐵拳。我哋中國人經歷過全民大食飽，食草都可以捱1年，美國人得咩？佢哋冇得喺超級市場消費，已經係世界末日啦！睇嚟戰狼3唔經可以唞唞，放心讓出主角位置俾 Matt 哥接棒。你可能覺得 Matt 哥何德何能，咁只係你未知道佢咩料啫。2024年1月，藝人馬俊偉獲委任新城首席營運總監一職，同時更新咗喺 Facebook 上嘅個人簡介，列出14個頭銜，水蛇春咁長，即刻觸動到常駐 Facebook 嘅 Matt 哥神經。鬥達朵，佢健壯隨即自揭驚人身世，上至康文署健體白金持有人，下至醫管局耳鼻喉科長期病患求診者，簡直係全能到癲啊！而家你知道佢咩料啦？馬俊偉輸人唔輸陣，再次進化，指出自己係多間商店嘅會員，人唔笑狗都吠啦。有時做人都係低調啲好。民以食為天，身為晉陽村街坊凍肉買餸團購谷嘅群組管理員 Matt 哥對食有一份執着，為支持良心商家，馳名海外嘅空姐牛肉飯 Matt 哥1把年紀都不惜冒死登上西九龍中心，可惜行到6樓已經出現高山症，未等到救援團隊前來協助 Matt 哥早已自行落樓解決，絕冇浪費救援人員白行一趟嘅時間，與人間美食差一步之遙，應承 Matt 哥代佢支持空姐牛肉飯。咪住，大家可以翻屋企啦，因為空姐牛肉飯已經等唔到大家嘅支持啦。另一邊廂，正當文苑飯莊捲入食評風波，受盡千夫所指，之後 Matt 哥挺身而出，發生美食公道伯解圍。睇落樣樣都幾好啊，除咗啲嘢食。呢個中肯嘅食評理應係 Open Rice 置頂，唔知係咪聽到 Matt 哥嘅食評？文苑飯莊宣布停業轉手，嘢食唔掂，唔通真係試下賣嘢飲 ？Matt 哥仲周不時會分享自家菜式，其創意程度直逼分子料理。望到張相已經開始腸胃蠕動，絕對係減肥人士嘅必食餐單。兔仔如果能夠食足3餐，相信回到全盛時期指日可待。食還食，有啲廚餘係唔應該放入口㗎，如果唔係，下次就未必有命落樓。遺憾嘅係，呢位曾經為無數人帶嚟歡樂嘅網絡笑匠，喺2020年4月原來已經與世長辭，但願如來佛陪佢走完彩虹橋。阿門。有心做白金嘅網友建議親手到晉陽村交予佢本人，以免有人手腳唔乾淨啊嘛。點知未到復活節 ，Matt 哥已經浴火重生，重現 Facebook， 網友開心之餘，仲真心建議 Matt 哥死能咗先再開貼吧。多年嚟 ，Matt 哥一直以網會友，從未以真面目示人，唯獨有網友野生捕獲過 Matt 哥，不過佢就指 Matt 哥真人穿過碼頭咕喱，打個招呼都俾佢問候。Matt 哥事後親證係本人嚟，但係網友一嚟就 say hello，Matt 哥都係以禮相待啫。好多網友都對呢個肥叔頭像嘅背後有唔同嘅猜測，有人認為佢係一個團隊，有人指佢係一個餐廳老闆，有人亦都話佢只係一個廢青。但係就一定唔係呢個女人。到底 Matt 哥嘅真身係邊個，根本就唔重要，重要係佢每一次嘅留言都能夠反映住網民嘅集體情緒。Matt 哥嘅網絡形象以玩膠、搞亂、胡鬧為主軸。佢嘅留言經常帶有誇張、錯字連篇或者荒誕嘅語句，以及假裝低智商嘅表達方式，但係總能夠令人會心微笑。佢經常扮到以親建制嘅立場發言，但係過中嘅內容往往荒誕到令人懷疑佢真實嘅意圖。例如佢會用簡體字或者錯字去模仿網軍或者五毛嘅語氣，並喺言論之中加入明顯嘅搞笑元素，令人覺得佢係喺度諷刺緊，並唔係認真支持。呢一種風格令人難以判斷到佢嘅真實立場。有人認為佢係藍絲嘅諷刺者，亦都有人懷疑佢係咪真係有政治
立場。正正係呢一種模糊性，令佢成為網絡娛樂嘅焦點。佢嘅言論表面上係荒誕，但係往往都能夠點得出社會現象嘅荒謬之處，例如係網軍操作、媒體誤報等等，引人發笑之餘，更引人反思。佢嘅存在反映住香港網民喺社會壓力下尋找幽默出口嘅心態。佢嘅抽水行為唔單止係局限於喺政治話題，甚至延伸到娛樂圈以及社會事件。佢嘅影響力亦唔局限於香港，甚至跨越台灣。呢一啲抽水事件唔單止係娛樂到觀眾，亦都係意外將香港嘅網絡文化推向更廣闊嘅平台。Matt 哥嘅言論被網民 cap 圖製成迷因，佢嘅晉陽村梗、晉瑞信、RAP 等嘅詞彙已經成為香港深入民心嘅網絡用語。Matt 哥喺網絡上嘅活躍程度依然極高，甚至入侵到 Threads。估計喺引爆互射核彈之前，佢會繼續以類似嘅形式製造笑彈。你又對 Matt 哥邊一個留言最印象深刻呢？今次就嚟到呢度，訂閱讚好，我哋下次再見。民主問你老母啊！民主咩係民主啊？有份食就係民主，冇份食，返你屋企自己煮啦。